跟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，高雄轻铁今仔早起发生人工草包啊，加入去列车的车底，所造成列车败马意外。加在伫咧车顶2位旅客拢是平安无受伤。经过抢救了后，伫下晡3点已经恢复通车了。电眼画面看到高雄轻铁的车厢驶伫个凯旋路段，还未到车站，煞豆豆啊停落来。早起8点40，附近徛过民众有听到声，连伊出来看卖发生什么代志。太大声，摩擦铁啊摩擦的声嘛，我伫底下都有听到声啊。然后就看因慢慢停来。原来这节轻铁车头已经脱离轨道，加在车顶2位民众拢无受伤，安排去后一站坐车。高雄职员人员检查车底，挖出真侪草皮啊，才发现是规大片的草包，拢夹入去车头底。它的高层呢，是不得大于我们的钢轨轨面以上，大概2公分。那5公分的话是一个极限。那我们目前大部分的路段其实都是有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。那是不是在今天早上铺设的过程当中，那有局部的高层可能跟我们的车下设备产生了一个干涉？高雄职员表示，工人是早起8点开始铺草包，其他班次经过拢无问题。为什么这班车无拄好会夹到草包？高捷即马爱想办法，让车头佮刷转去铁基路，甲车拖转去检修，嘛造成轻铁部分的路段单线通车。伫高月底，轻铁慢慢发现一块草包掀起来，驾驶紧急停车的事件。这摆事故原因，搁爱等运安会调查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